你再講一次。屋企有血糖高嘅注意啦，記住一個千年降糖方，成本唔使2蚊雞，人人食得起嘅。呢個方法係一位90歲嘅老師傅教我嘅，佢用呢個方法幫助到10里八鄉成千上萬嘅街坊老友，用過嘅人都話好使得㗎。我今日免費分享俾你啦，無論你有冇血糖高呢條視頻認真睇晒，認真聽完啦。咁好多人有咗血糖高嘅話，就會成日覺得口渴㗎啦，成日冇晒精神，手腳又會時不時咁麻麻痹痹嘅，飲幾多水都解唔到口渴食幾多小片片小丸丸都係更難受。我知道你哋特別痛苦㗎啦。今日我教你個花10萬都學唔到嘅土方啦，佢簡單方便又實用。刷到視頻嘅朋友，你真係有福啦！我建議大家點個小紅心送上一句多謝，唔係為我，係為你自己以後嘅健康平安方法咧就好簡單嘅，用玉竹10克、麥冬10克、黨參10克一齊去煲水飲，飲25日，停5日，再飲25日，佢益氣養陰，生增人燥啱晒嗰啲陰虛火旺、引發血糖高朋友飲嘅，真係好處多都講唔晒噶。如果你嫌準備材料麻煩，或者唔想自己煲煮嘅話，喺視頻左下角有帶部好嘅成品茶包噶啦，你帶翻肉滾水沖3個分鐘就可以飲啦，方便又簡單有需要嘅朋友快啲帶翻試下啦。